小小的年纪都要面对着残酷，这个囡仔需要咱大家更较多爱、包容甲协助。还有一阵囡仔一出世就带残酷，嘛真需要特别关心。来看这位读国小1年的幼丽，伊生出来的时阵只有一支脚，两只手毛敢若一zan尔尔。但是生活中大大小小代志，拢已经互爸爸训练甲会当家己独立来完成。还有一个脑性麻痹的患者彤彤，妈妈生伊的时阵来难产，伤着头壳，从此以后伊就行动无方便咯。台湾的无障碍的设施无够周至，是互这囡仔甲家属拢真感叹。继续就来了解身心障碍的囡仔因的处境甲需求。我想要跟朋友一起溜滑梯。你最喜欢大家说你什么？我没有手，跟没有脚。机构也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分开久了，希望能有一天能全家再团聚。你想要留在台湾多久？很久很久，100千万天。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徐幼丽吗？不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了。这样是为什么？爸爸希望我可以站立，然后帮我取这个名字。那个小我凉凉的秋天，阮来到高雄这个米店，甲等下天晒，只有立小肚，伊伫咧顶档伊短短一双手欢迎阮。我想要在你们店里等一下吃个东西。你好，你用脚脚看我的手，你怎么这样子？是我们直接先跟他讲，你就是出生下来就是如此了，所以你没有必要去跟别人比较。对，我事实上就是一个比较严苛的爸爸，我从来不把它当成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一般小孩能做的事情，比方说写字、念书、吃饭、睡觉、刷牙，这些生活自理的部分，他该能自己做的，我们都要让他自己做。我们是希望说你可以做到独立自强。好比说吃饭这回事，我们就给他一个汤匙，然后给他一个碗，那你试着看看你要怎么样吃到这一碗饭。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就选择放手，不要去干扰他太多。你怕痒吗？怕痒。怕痒吗？怕痒。你哪边最怕痒？压住我！压住我的脚底板，还有脖子。你像以前我们在那间，它上面其实就是一个早疗的一个服务中心，上面其实有很多就是父母啊、家长啊、小朋友啊，其实看着楼下的公园这么大，但是却没有办法过来玩，其实蛮心酸的。老实说，你有很多地方是必须要跟人家挤，必须要跟人家，但待会碰撞到的，其实到底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可以让其他的人，或是社会上的大众可以去接受这样子的一群人，很不平等的啦，老实说。这个是比较好。哇，谢谢。好大，真好玩。
喜欢大家说你什么？我很棒。你最喜欢大家说你什么？我没有手，跟没有脚，我会很伤心。学校有很多人说你奇怪吗？没有，只有我们班没有。只有你们班没有。我们做的是米线，它的特点就是比面条还要再 Q 一点，然后它是无麸质的。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是个受薪阶级，我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我选择开一家店，我选择创业，我至少还有一个店有收入，可以养活它。我没有办法在台湾这样子的环境之下，让它无后顾之忧。在他身上，我会觉得，就是不管是怎么样，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个体。就是不管我们什么样的呈现，但是在他身上就觉得哇，他可以这么样的努力，然后完成他想要做的事。好，我们先唱一次哦，好来。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只有你奋斗的模样，让人感觉到生命无限的可能。该共款努力学习的也有彤彤。采访一天，伊嘛赶紧要展现福建的成果。扣扣扣，扣扣扣，有老板在吗？哎呀，没有，没有。哦，我要一个红色的豆子，2个黄色的豆子。他算是难产，就是一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呼吸，缺氧就直接送加护病房。爸爸今天我们心情就好了。是脑部就受损，受伤的地方是伤到运动神经。他刚上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就跟我们说，我觉得我很寂寞。下课钟声一响，所有人都冲出去，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怎么叫做寂寞。正常的爸爸妈妈一定都会担心说他未来，比如说你看他这样子，她是个女生，她连食衣住行，就连她的生存的权利可能都会担心。对他来说，我觉得要跟上别人是很难的一件事。可是他不管面对学校课业的挑战，还是说他自己，就像他来复健，也是一直都在进步。好，手牵着哦，去脸红对。好，这样子。他天生个性就非常的开朗，然后非常的积极，这种想法带给他和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17、16、15、14、13、12、11，好，再加油！还可以剩一下吗？还是要？还可以，那我们往后坐。对，好，来，脚脚。季雨桐啊，他是一个就是不会受限于说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然后就常常会说，比如说我不行啊，我不可以啊，我做不到啊。加油哦！那你调整好了。OK，掉下去了，就掉下去了。来，重新。这样子特殊的孩子，我们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要一起去支持这一些孩子的生命的可以拥有的一些任何的权利，不管是他们。先走外面，如果你要去那边，你要从外面绕，从路上面绕。要慢一点，好慢一点，慢一点。会
本设施螺丝已松动，请勿使用。哦，不能等到我有这样的小孩，才发现，原来他们需要的这么多。断掉。这样还要玩吗？还是就是轻轻的荡？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不要。比如说上个厕所，比如说可能他要去做个捷运，虽然捷运的公共设施都非常好，可是在往捷运的路上，有可能人行道走到一半，哎，没有了。娜娜，很娜娜，一直讲课，打拉车。是让他有认知的能力，不能放弃学习，就是不要放弃自己。快乐的生日，那剩下来真的是非常期待社会的进步，可以给他们更友善的空间。因为无放弃努力学习，使人感动，就希望咱的社会当有较进一步，互因伫未来嘛当发挥全长。